这样应该有吧？有吗？有吗？还是有吗？有吗？我看跑出一个维基百科是什么东东？应该有吧？有，有吗？有了哈，有了。嗨 Hello， 大家大家好。好，大家好，我是李佳，李家少一个女儿，少一个女儿在在高雄。高雄拍戏，对，大家今天看戏没？今天文心真的哭惨了。我自己刚才在边看的时候也是，自己也蛮感动的，因为我很少看我自己的戏会自己哭啦。对，然后刚才就是因为你感动，对哦，你胡说，你刚明明哭了。对啦，就是所以我说我刚才看的就是这部自己演的这部苦力，我是真的觉得还蛮感动，就是里面有很多那个小细节的地方，其实我自己刚才在那边看，然后我就深呼吸，然后就闭气这样，然后看完了我自己哭完了之后，我才敢把那个气吐出来，不然我怕会真的会啜泣这样。对啊，那不知道今天大家看了今晚的17、18之后有没有什么感觉如何？对，有没有什么感想？还是有什么刚刚有人留言啊，说这个豆赏真的是为什么要那么颠呢？啊，自己跑到外面去狂哭。真的啊，就是这样。其实说真的哦，那个我们整个戏看下来，就是，我们演的人看起来会觉得很舒服了，就是说，那个画面里面的情况，其实在现实生活里面，会使讲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件事。不要。尤其是在那年代，哎，妈妈，妈妈就其实妈妈是一个就是她不是那么的严格，她是一个慈母，可是她有坚强。没啊。那爸爸是反过来，爸爸是很严肃、很严厉，但是心里面也有那种软弱的、脆弱的一面。对，所以其实这两集，就是我自己这样看起来，其实我们今天在看在座的演员是看的就觉得还对，刚刚好像烈哥、芝姐跟文心都含泪了嘛。对，我是流泪啊，我不是含泪，含蓄一点。我是把气含住，这样就不要怕会啜泣这样。是我供出来啊，大家都蛮流泪。是啊，留在心里啊，留在脸上。真的，其实大家这部戏呢，大家都真的都是演的蛮好的。他说秀碧为什么不偷偷跟妈妈说文心在那个明华在哪里？哦，真的哦。这个呢，因为他有答应他的。对啦，那想要知道后面的走向的话，我也不能爆雷嘛。但是就是大家如果想要知道秀女到底有没有跟哥哥讲的话，那你继续看下去。这是一个角度来好处，就是讲安排这个戏啊，就是说很用心，因为以前那个年代，其实每一个人说真的，这种不管是礼义廉耻也好，情深义重，或者四维八德，大家拢过较好。是。啊，你甲看小妹对大兄的承诺，伊嘛有甲答应嘛，答应讲啊，我袂甲斗场较长讲。对。但是你袂使走，对，你唔能走，你有我扯，迄就是一种信任。对，没错。我还可以。没关系，我这边是想问你讲，我那人前我你讲文心校长。我没有啦，因为我在我的粉丝专页，我都会讲说这些都是同学的这样。就是不要因为有新进跟晚进来的嘛，我也不能说老。就是讲，就觉得老歌迷跟年轻人就觉得，这样好像很奇怪，然后就用同学来称呼这样，然后他们就说，就叫我是校长这样。那个豆赏喝醉酒的那一段唱歌很可爱，是人生的历练吗？本性拢流，本性是不是啊？不过还是有收敛一点。
啊，真的吗？有，所以有更夸张的就对了。啊，烈哥唱歌那么好听，不让他唱，让谁唱啊？真对不对？当然文心，对不对？也是唱的非常好听。就是这个其实就是不管是当演员还是当歌手，其实都还 OK 啦，都有很多进步空间啦，我都还要都到位了。对啊，就是麻烦，对啊，就算是到位啦，算是到位了，对，因为自己还是要多多的去要求自己，不能太自我满足这样。那文心这次跟那个烈哥跟芝姐合作他们演你的父母啊，跟你往常的合作演父母有什么？就是这种父母不一样吗？对父子情、母子情，你有什么不同的？其实我跟烈哥有合作过蛮多次的，就是跟烈哥一直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默契。那跟芝姐其实是第一次。那其实之前也有演过，就是也有合作过，但是没有搭线的，就是我跟他的戏是不一样的。那睽违好几年，7、8年了。对。然后这一次才在里面剧中演母子这样。其实我就觉得琼芝姐就是还真的很有气质的。然后刚好演这个角色就很适合她，有慈母这样，然后内心是很坚毅的一个女性。然后其实这一次合作，我真的会觉得说，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希望可以再演一家人这样。因为网友都说，加上那个于安，你们4位真的很像一家人，而且长得也很像，对，也很像。对，因为于安也是脸瘦瘦的这样，白白的。对，然后就是轮廓吧，我觉得他的轮廓跟我轮廓好像有点相似这样。我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有网友看说，就是因为我 po 那时候我在拍戏的时候我 po 我跟他的照片，然后他们就说，你跟于安好像是真的有像兄妹的感觉。然后我就是比较矮嘛，然后于安不是于安是像妈妈，然后我是像爸爸。好敢讲我就是想说这句话，你几乎会被供到进去，我看听到。于安也好，文心也好，其实说真的，他跟妈妈真的都有像。对。但是中央看起来我这款报警面出来，你敢不敢我吃突兀？不会啦，不会。就想你讲来起来就妹妹跟妈妈的气息比较像，气质比较，然后我跟爸爸的气质也比较像。对，你看都也是爱走那个酒家，有没有？没有啦，歪楼。你流汗了。我是修罗。不过说真的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这一出戏里面是讲演别家我们于安、文心芝芝演文太太一家人。我跟你讲，那个心里面的那种温暖的感觉，跟那个。因为失败受挫折，大家一起在承担那一个痛苦的那个感觉，真的会让自己，刚刚人类公庆瓜绕梁3日，对，真的都会在心胸这样子一直回绕。像网友有在问说，芝姐本身也有女儿嘛，烈哥也是嘛，那如果说小孩子像明华这么有代志。你们会？你是讲这样大团？不到老爸爸啦。就是我往这些我会处理。就参像拄则一句台词嘛，讲父母疼囝就久长啊。我咱讲嘛是家己生家己的囝儿是一个天使，嘛是当然一定会生气啦。要不过迄落尾啊，嘛是笑啦。是敏感啦。问出上线了哦。问出。上线来了。不错今天表现优异哦。有感觉哦。像后生呢。对啊。那既然就是上个礼拜有跟观众允诺说，如果说收视率不错的话，就要让文心演唱17、18集里面。很重要的一条歌，对。那现在观众也有在敲碗，那是不是要直接来一下？必须要那个在墙边的那一条《瓦波迪加》。可以啊，这首歌其实
我记得2014年做到现在也一直都没有让他有机会可以去好好让大家听这首歌，因为其实这首歌我觉得当时秦亮哥在写的时候是他做的真的不错，然后整个有那种亲情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这其实就是很催泪的，然后整个词意它其实很浅白，但也是很深。那一直都觉得很可惜，就是你在拍戏的时候有用过别的插曲，就一直都没有用到这一首。哦，那刚好在这一部，刚刚那个画面，在对情境真的是真的是对，真的好就搭对了。那个就对位，所以好了，那就是应观众的要求，那就是献丑一下，好吧？别这样说，我不好意思，我现在不用啦，哎，现在可能脸会遮到一下，这个选一下歌好。选一下歌是吧？对，不好意思。好。NRNP4ONO， 放一下哦。来，要唱了啊！声。好友。是怎样的心情？又搁看到迄个熟悉的背影，是我上爱迄个人，点点雨水我爬进伊的头鬃。我不知要讲啥，时间亲像彼番无情的夜车，我煞来偷偷怨叹，挥泪着青春的我，怎样不知半下？请原谅我一直无去。无伫你的身边替你等，怎样当初要离开，啥物拢无听，放你一人伤心孤单，伫这。是怎样的心情？又搁听到你轻轻叫我的名，是我上爱迄个人，慢慢将等待变成你的生活，请原谅我一直无伫。无伫你的身边替你等，怎样当初要离开，啥物拢无听，放你一人伤心孤单，请原谅我一直无离这。无伫你的身边替你等，我的所有的一切，不知要怎啊，请你放开无悔茫茫，原谅我，请原谅我。无伫这，无伫你的身边替你等，怎样当初要离开，啥物拢无听，放你一人伤心孤单，请原谅我。一直无伫这，
我的也是比特你大，我的所谓一切，在那等我，就因为我会温柔过来。谢谢。唱到都流汗。OK 啦 ，OK 啦。网友以为那个文熙都唱到流泪了。哦，不是，我是唱到流汗了，流泪是流在心里面。我刚刚有看到那个一位朋友讲了一句话，真的很劲爆。啊，怎么说？他说他耳朵怀孕。哦，真的、哦，耳朵怀孕，但我没有办法娶你哦。家里所以说感动了。感动。没有，主要是歌做得好，对，亮哥做得好，要能够表达的淋漓尽致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种。求烈哥也来高歌。如果能够，我自己放在那个。也是看，有大哦。那像那个有几个网友在问说，像那个呈现那个内心戏啊，比如说明华在想家里，就是去反悔说自己以前做错的事情，或是父母在想说儿女的一些就是不如自己所愿，曾经犯下的一些跟自己有认为的那个事情的时候，这些内心戏你们在呈现的时候需要酝酿很久吗？是怎么样的准备功夫可以呈现这么好的一个表现？看来是我先讲是吧？其实我觉得一个好的剧本跟一个好的剧，其实不用就我们自己演员来讲，自己遇到这些不用太久啦，真的是没有说很久，因为有时候是那种一瞬间的而已。谢谢。我多请那个来插话，苍线公不要再流汗，你真的会流了。不是，它本来就比较热的。那好了，那回归正题。那因为在情绪戏方面，其实我们有些演员他会可能想一些可能自己亲人的事情，然后来辅助自己内心的那种感觉，流泪的，然后想要哭的感觉。可是我是一直在想那个剧情，如果今天是我真的遇到这样的事，那我的内心会怎么样？再说白一点，就是我就是把那个戏当作好像我就是进入那个戏里面，我觉得会比较容易啊，会比较容易。那就是我觉得我有点久的是有一次那个就是好像我之前有讲过，就是有一场汤圆的戏，那个因为他分别要拍好几个卡，那我想说一开始应该是先拍我，那结果没有，就是出乎我的那个预料之外，一开始是先拍爸爸，然后妈妈，然后雨安。后来要拍我，就是大家都哭的，就是哇，就是整个很感动，然后就是哭着稀里哗啦，然后换，可是我们虽然没有拍到我，可是我们演员也是会照正常的，也是一样，就是正常演下去，就是那个情绪也投入下去。一到要换我这一卡的时候，其实我突然感觉哭不出来，就是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当一个人在极度的压力之下，只要就是哭完了可能就没事了，心里面就会比较轻松。那我当下就是那个状态，然后我就用那个麦，我就说导演可不可以让我就是停一下这样，然后导演说哦没关系，然后我就那边待了大概10分钟，我就一直酝酿不出来，我说导演可不可以让我出去透气一下？他说好。后来我记得我一直酝酿我记得快1个小时，然后再就是也是很不好意思，可是因为这个戏我真的遇到这么好的戏，我真的不想就是草的，就是有些人就是我讲白一点，有些就是可能辅助就是眼药水点就下去，可是我希望我是很真实的一面去，内心是真的内心的那一面去呈现出给大家，我不想
对不起这些观众，所以我就跟导演说，你这等我一下。然后当然烈哥跟志杰一直也有在旁边辅助，到后来就是快1个小时，我记得就进去把那一场汤圆的戏拍完这样。对，其实这个我真的是哭不出来。你现在是在控诉导演最后才拍你？没有，没有我。请导演能在现场哦。没有，我也不是在控诉导演，我只是觉得就是那个当下不想那么随便。我要讲的重点就是，可能不是，可能有些戏还是有些那个，就是一定要可能要用到眼药水，那也没有什么好秘密。我觉得那也不是什么秘密啊，就是有时候真的要辅助，因为有时候演员反复一直哭太久太累，真的那个已经干掉，真的哭不出来，那才必须要用这个方式辅助。那美雪上线了，美雪的妈妈一直说看到明华好心疼啊，美雪上线了。那美雪婉君的妈妈有没有很想把美雪？很难得哦，美雪上线喽，真的哦。其实美雪在这个戏的表现。真的棒，非常的棒，相当的优异。我真的好期待他们后半段后面。我以为妈妈要讲说，我真的好期待我演美雪这样。你演美雪？不是，我说你啊，你那时候不是说你如果让你重选的，你想要演美雪那个角色这样？之前我们开启这个话题之后来直播的其他的演员也都有延续这个话题。对，因为这个是可以每一个人都可以适合谈的话题。是，就是因为可能我看起来，对不起，看起来就是比较就是震惊啊，就是比较，所以我一直以来我对就是锁定的角色都是蛮就是正常的、正派的，比较正派。对了，其实我比较直接讲，我们都会被这个戏感到，所以我们在戏里面很容易融入，那我们也不想随随便便就把它演过去，不管在哪一个情节上啊，因为那个情节是似曾相识的，就是说会落印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表达的时候，我们希望是用自己最真诚的那一份感情去把它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戏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获益的地方。而且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会反射在我们心里，并不是说这个戏我们之前有过类似的遭遇，不是这个样子，只是就有时候你就会不禁想要说，觉得说，如果我是真的就是有这个情况，对啊，那个发生我那个情节，就很容易就进入到那个情境。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蛮幸运的，可以碰到一个这么好的剧本，然后这么好的导演，这么好的团队，对，然后这么好的对手的演员。让我们大家非常自然的就进去那个情境，对，然后你想，就是说你怎么会酝酿出那种就是这么自然而然、自然流露的感情？就是因为第一个剧本让我们一读剧本就是非常的进去的，虽然我们并不是身临其境的曾经经历过一模一样的，对，尤其是导演在讲戏的时候，其实常常就会可能他讲到那个情况。就是讲到几句，我们就很容易就是就被导演那个情绪的东西吸到那个空间里面。就是有时候导演3当2当，真的是非常的对，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幸运。而且你看不管怎么样我们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这出戏参加演出，每一个角色其实他都把他的角色的。所谓的角色的生命表演的活灵灵的，每一个角色都有戏，对，真的每一个角色都有戏，真的。刚刚那个美雪上线，问候一下，美雪，为人啉酒呀，啉淡薄，你今麦是要去，就是经历嘛。没有，其实我跟美雪拍，我也是拍几次，其实。我以前没有跟他对过戏，可是这一档苦力就是，虽然只是前面对到而已，可是就觉得蛮有默契的，我讲这个东西都其实有一些伏笔，我不能讲太多东西啊。反正之后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我讲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大家可以就是真的要每个礼拜去锁定苦力这样。
有人说每个礼拜六都在哭哎啊，秀秀，啊，但是也有开心的啊。配乐也好好听哦。真的哦张先说，如果能够把自己多啊少把你的20写出来邀约没选。如果能，哦，婉君说话喽，婉君说话喽。豆赏邀约没选，怎么可能不要？哇！感谢。哎，烈哥有网友希望说能够还原一下卡门。哦，你讲这个米选考试你，哎，对啊，跟米选来唱。昌宪说看你得就会秋色。哦，那一段可以来一下吗？稍微。卡门哈。哎，你不是在家里有唱吗？唱给美雪听啊。哇，属下了美赖。爱情只不过是一个歌词问题。普通的玩意，没什么了不起。爱情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玩意，没什么了不起。这样就知道烈哥当时 NG 多少次了。没有啊，这首歌不是他的歌，然后那个时候只是跟几句。其实那时候应该要唱烈哥如果没有。那既然大家一直敲碗，如果能够的话，我们现在边聊，那边请老板帮我们 setting 一下。哎呦，这个可以直接来一下，如果能够吗？这么好的老板，太棒了。好，那你要清唱还是老板？我们会有卡拉带，那先还是继续跟网友聊一下。是啊。那烈哥，你要不要试试这个 vocal？ 嗨 ，OK 哦。你那个要不要给我拿？哦。看一下。这样子好了。我觉得哦，因为我 key 的问题就是调的问题，我可以清唱一段。哦，清唱可以啊。那我直接清唱也可以啊。征求大家的同意。好啊。那清唱就是说我可能唱比较自由来。哦，好。那都内部吗？阿卡贝啊，就是。如果能够让你面对着我说一声，你会爱我，用我的拥抱捕捉你闪烁的眼波，迎接着美丽的结果。如果能够把自己放在你左右，我会让你拥有丰富的笑容。哇！很会唱耶！哇！烈哥还有那个有点撕裂的那种喉音，太厉害，真的太厉害！听过你歌是太贵。没有啦，没有那个真的是，我跟大家说，那个要有点撕裂，然后但是又不是那种真的喉咙受伤的那个声，其实很不好发出来，对，很不好发出来。刚才如果大家真的眼尖耳尖有听到的话，应该会听得到烈跟那个有一些那种撕裂的那种有点 rock 的那种声音，这样，哇，烈哥就是宝刀位，什么东西啊？好。老翁老梗宝刀，不是，这形容不太对啊。会唱歌的人，不管他到几岁，他还是一样。他声音好亮，好，对，穿透力好强。
美雪一直在拍掌哦。真的哦。美雪今天一直下来，次叫美雪来唱一下。好哦，哎，要征求一下听说美雪不是有练吗同意哦。美雪卡门，没有了，我凭良心讲，我曾经听他讲，就是说他演这个戏，因为这个演我们鼓励哦，他都是因为角色的关系，他没有尝试过这种角色。他文心的对戏哦，其实我不是在这里夸他，他真的很用心。哦，美雪是真的很不错，真正人家就用心的啦，就认真的演这个角色。对，他真的蛮会演。对啊，导演也是对那个婉君非常的赞誉有加，真的，非常。我记得那个张导跟李导好像都有说过，就是觉得婉君在揣摩这个角色，然后到我之间跟明华之间的这种氛围，其实他演的非常的到位啊，眼神很有那个会说话，很有故事这样。那其实第一次跟婉君配合，真的是还蛮开心。希望就是下一次就是有機會，对，一样就是能够再搭档这样。婉君说谢谢大家的肯定。真的哈，真的。我们彼此成长了，但是我不在路行会长啊。那我们看看网友还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问爸爸妈妈还有明华的？明华的妈妈也唱一首，不好说。这是阿多利不讲，哎呦，阿多利不讲。瞎黑啦！下次我是可以唱，可是我是怕一开口之后，现场所有的人都跑光光，我也不会关这个机器，我也不会关灯，该怎么办？不会啦，因为刮狼给的。不会，就大家轻松。莫啦，那个是大家各司其职。那我知道了。下次呢，芝姐就去那个录音室先把它录好，然后回来这边就直接对。不用，你发我的合音来就好了嘛。我的小不点来就好了。没有啦，开玩笑的。我知道维新他歌唱也很好听，昌宪歌唱也很好听。昌宪也会唱。更别说金钟歌王。真的。那唱歌好听的人，就把美妙的歌声带给大家。那我们知道我们要藏拙。其实我们还有时候也是要适时的让大家笑一下。可是有我们很开心一下。我们很忠实的那个粉丝有说，在冰冰秀有听过芝姐唱歌，非常的好听哦。对啊。那下次有机会的话，芝姐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下次我特别挑一首我自己拿手的。现在临时要我唱，我真的一片空白。好，那下次让芝姐准备好。好，那还有什么？还有没有什么？因为他在家门口那段好催泪。对啊，那段真的是，他真是今天真的是哭惨了。今天我自己在那边看那个首播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哭了蛮多次的，只是我没有哭出声。其实你的父母亲、你家人看你的演出有没有说什么？他就说，当然我父母亲的，因为我妈会打电话跟我聊天，说哇，你要做老公。那不知道我的个性就是不喜欢我的不是不喜欢，就不太习惯我的父母亲去夸奖我，我真的很冷漠，说哎呀，还没办法，还 OK 啦，对吧？梁女士吗？梁女士嘛。对，但是我妈妈就是很激动，她说哇，你要说，我说还好，但就是咱两个爱尽量没有啦，没有，我已经把你跟他妈妈你妈妈就是我真的觉得文心这部戏真的是很努力，而且他进步很多，我觉得他都非常到位，他真的是有下功夫。谢谢。其实大家都觉得大家都有到位，而且我觉得角色部分都是一时之选，然后整个真的就像我们那时候有在有讲过说，苦力里面的所有的角色，那导演在设定其实并没有所谓的男女主角，
我觉得每个都是主角，没错，每个都有他自己的任务，尽情发挥的地方。真的对，我觉得这是真的很不简单，因为每一个角色都有他的突出的对他的风格，然后他的生命力，很棒。那你以为导演金钟导演？不好意思，你们在聊天的过程，导演只顾着喝他的酒。我们都不想讲他在喝酒，我们故意这样没看呐。那你为什么要爆他的料呢？因为导演在利用这个时间过来想下一步，下一步我哋当做到什么，伊会搁讲规划一个更加好的环境。系啦，我拢拍摄甲伊爆料讲，有时到要问伊明仔载要拍的台语。导演，我话明仔载台语出侪，你看下，这边要讲，这边要讲，你这边莫甲我问这啦，我这边刚刚想要啉烧酒。因为一天的压力嘛，总是要稍微舒压一下。对啊，然后我听他讲这句话，我也很开心。我惊，我不会理。没有啦，真的啦，我们这个戏拍的真的很长很久，然后又很辛苦，然后我们上山下海啊，然后到处去各个地方拍。可是就是虽然是真的很辛苦啊，可是就是还蛮开心的啦。只要拍了，真的这种开心是内心发自内心的那种开心，然后非常值得的。对，虽然可能身体上会比较劳累还是怎样，可是就觉得内心就是还蛮开心的。有时候我们自己演员因为大家也知道，演员最长的时间都是在等待，对，因为这个没办法，因为要架灯，然后所有的就是场景要把它对群体的工作，对啊，要把它 setting 好。那其实在这个时候，就是演员们就是会在旁边等，那有时候会很累，就是会睡着。可是我们在旁边，我其实都会在那边聊天啊，不然就是烤东西吃。真的吗？烤东西吃。那像那个烈哥跟芝姐已经跟导演合作过很多次了嘛，所以算是非常的对这个合作的模式都已经非常的熟稔了。那像文心这一次是第一次跟导演合作，那在拍戏的过程当中，跟之后看到成品的时候，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吗？其实还蛮特殊的，因为很多的时候演员在演的某些，因为我们是一直跳拍，所谓跳拍就是可能今天拍第1集，明天拍第5集，然后大后天可能拍20集。那其实那个情绪上你有时候会要连接很难连贯。那这个东西，尤其是在导演的脑海里面，他要非常的清楚说，这个从前面可能有一些前因后果，或者是这个角色可能会有一些变化，那到后来的一些情绪上的转折，导演要非常的清楚。可是有时候我们自己演员在演的当下，也不知道到底演的对还是不对。有时候说好，他好啊，好，真的是这样吗？是到底是对还是说自己？有时候我们都还会怀疑一下，说，这样是对还是不对啊？够不够？对，够不够？那个情绪到底够不够？对。那后来剪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看了，我们就很明白说，导演就是他的，因为他最清楚，最清楚，对所有的东西都在他的脑海里，所以他是最清楚。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放心，这个就是由心的一种钦佩。说真的也跳拍甲顺拍迄是差就最。无管跳拍还有顺拍，你对每一个情节啊，导演无去甲足清楚。我无以后你无法度让我连接，无法度因为我们演员只要记我们自己就好，可是导演他要记所有的演员的一些情绪上的连接，其实这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有时候我们自己演员还不知道，原来还有这个细节要注意，我们还不知道，那导演就会说你可能要注意一下什么。对，真的我就觉得超厉害。然后像这个。新梅啊，对，新梅姐，她的出场戏就是Linda。其实 Linda 根本就是导演的口头，他有事没事的，给你一下 Linda 啦，来，就是，所以我们就非常熟悉，他一出场就这样，Linda，完全就是导演的歌啊，他就是想要把那个歌给在导演的成名曲很多，还有那个悲情的城市，也是他的成名曲。那Linda很经典。经典吧？Linda无悲情的城市，
那个胸怀是你这个新闻的画面都照出来。所以卡门也是嘛。啊，卡门就是比较有一点跳动。就是曾经他在酒家碰过，我没有想过有人有我不是唱这首歌，给他印象深刻。不错啦，感觉会是挖豆给到外面。小蛋都已经就这样，我跟你讲。好，那今天就是时间过得很快，那大概就是结束了。这个今天的那个开杠要结束。还有人要求导演唱首歌。领导，下次有机会。下次我跟你讲，下次有机会，因为其实导演每次的直播他几乎都会，但是他都默默的坐在后面喝酒，而且都不让我们说。对，他是很害羞，很害羞。他就是比较低调，不会去展露锋芒的一个。对，他觉得这是应该给我们演员的舞台，对，让我们尽量发挥。对。不过就是既然有人要求，终有一天制作人也要安排一下，就是导演收视破1.5在这边，收视破1.5。收视破1.5，我们就见面会，导演就唱一条歌，天爱了，然后制作人后面伴舞，这在对手的未来，下个礼拜可能就收视破1.5，那个导演唱歌，制作人拿彩带在后面伴。要啊，很难讲哦，很敢讲，在伴舞，下个礼拜你们就坐然后在蔡昌宪在后面露肌肉，吓死了，露肌肉啦。那昌宪要回应一下哦。昌宪没有说哦，你自己那不然就你露肌。没有啊，他不是说破多少要露肌肉，他一直都没有机会。可以，待会我们赖他，我们要赶快跟他露肌肉，不然这个到时候那个太久没运动，他整个又会恢复，就没得看了。上个礼拜看状态很好，还很好，是不是哦？我跟你讲，这个大概如果没练的话，可以撑大概半年，所以这个半年。不会，我觉得昌宪最近的情况还很好，啊，对，烈哥现在跟昌宪有一个舞台剧吗？对。哦，那个也很值得期待哦。对，那个也很好。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请大家就是每个礼拜要多多支持，对，每个礼拜六对，晚上9点到11点。虽然说每个礼拜六让大家哭得很惨，但是还是希望。好戏一定要你的支持，可是不觉得大家都哭得非常温馨吗？就觉得我们希望你给我们更多角度的一些指教跟建议，那我们会懂得怎么样给你们能够不管是视觉上也好，听觉上也好，整个感觉都非常舒适。好，总之非常谢谢，对，谢谢大家，谢谢观赏我们的节目，然后也给我们很多宝贵的意见跟指教。那大家的留言，我们所有的团队跟演员们都会看。是的，对，那也请大家多多来留言，好，有跟大家回应。不要忘记哦，每个礼拜六9点到11点，请大家收看苦力，拜拜。晚安哦，晚安，谢谢。有吗？只看到我的。为什么还没结束？为什么关不掉？有关掉了吗？